后呢，因为投钱都跳强的激发了你的潜能。我只有4个字送给你，叫做唱作俱佳。掌声鼓励哈。虽然流长啊，有像我坐的卫冕者位置。虽然啦，冇啦，客氣啦，梗係都點啊？有啊，當然咪要唱，根本係你啊做乜嘅啊？跟到你也懂得英雄，对。老热大擂台，老热向下來。係根本嘢係呢6強積分賽第3禮拜比賽第3個禮拜咯。前2禮拜積分唔知積到樣啊，也唔知。睇解積分應該積得唔會差。係啊，到末有觀眾朋友啲木卡吼，咩即個自然拿嚟記。啊有哦。畫一個表，1到6。啊，每一個人的名字6個人，還可以押寶。哎呀，搞不好他們自己都有記啊，有吼。對。希望你們今天的成績應該也會不錯哈。積分賽比賽規則，每禮拜有無同樣的主題，參賽者自家選稿的，經過6禮拜的比賽，累積分數最高的前3名，就可以進入到亞冠軍的比賽。今日評審先生有一家秀先生、7個的先生、7色的先生。6個的先生，係比賽之前呢，今日有請到葉家樹先生來講一下今日嘅主題。好嘞。啊，今日我講主題吼，呢重要是講哦，我請好朋友來幫忙。今日咧參賽參加嘅朋友呢，23甚至咧好朋友嚟去幫忙，2、3強下場。參加呢，幾好朋友冇算分，算你自己嘅分數。所以呢，最重要是。你同好朋友家，你要用把老人嘅情緒、嘅感情帶動出來，不用伴對方，讓對方互相共鳴，讓分數將會加起來咪。所以這個找來的朋友冇記分數嘛，哈。難怪今天那麼多人。是啊，所以就朋友就沒關係，隨便唱唱就好。哎，沒有會拖累啦，會拖累啦，要互相哈。好啦，第一組這個可能會拖累哦。啊，又不很多東西呀，要帶很多東西來。對，咩貴。對啊，弄得這地板髒髒的。邊乖，今天落去帶那些好朋友，陳崇軍老林冠權帶來風邁。哎呦，後堂一條狗。Hello， 大家好，今天我特別找來我的好兄弟冠群來演唱《紅梅》這一首歌。那《紅梅》這一首歌呢，它的換氣點本身比較多，所以我們想要把它改變成男對唱的方式，用這一種新的風格呢來詮釋它原有的曲風。那希望這一次我們帶來的表現會給大家更多的驚喜，也會讓大家更喜歡《紅梅》這一首歌。謝謝。鄉嘅路我後背，花園總是總有一條紅梅。在冬夏時拍梅斜拍之中，地都已風遠一對。還記得結束嘅大片後背。迷夢總是花有強山大海，因是馬是敷衍相愛凡事，山邊海遠叫閒吹。愛看幾朵花落花開，愛經過了千山萬海。愛娘記得娘嘅
吹。爱看几朵花落花开，爱经过了千山万海，爱样记得也给思念，爱头蒙蒙的寒风吹来，爱看几朵花落花开，爱经过了千山万海，爱样记得也嘅思念，爱头蒙蒙天寒风吹。爱看几朵花落花开，爱经过了千山万海，爱样记得也嘅思念，爱头蒙蒙的寒风吹来。声音太高。两位好，两位好，哎，罗哥你好嗨，林姐好两位兄弟，君姐你好，哎呦，刚刚两位的这个唱歌那个感觉，好像是要对垒，有没有？对有没有？就有没有好像要打架了？这种方式噔噔，我们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因为今天到打擂台是不是对，就是我们要 PK 的方式这样子。哦 PK，你干嘛跟他 PK 呢？他又不算分数，你比较吃亏哎。对，就是这样的话，你打错如意算盘了吧？所以啊，今天他不用算分数嘛？对啊你会发现他就是很轻松，啊，我发现你唱的比进步了哎。比之前比赛的每一次都好，哎。对啊，林冠群，你再也不需要那些道具掩盖你的那个弱点了。不过我刚发现哦，我发现他真的很厉害，他气好足哦。哎，对对对，对他中间有一段是没有换气的。不是啦，爱看几朵花落花开，爱样啦，我们还会换点气，给毛嘞。对对对，哦，你气很足哎。来，你试一次，不要换气。来，娘来。爱看几朵花落花开，爱经过了千山万海。哎呦，啊，你也可以呢。哎，你可以耶。哎，你可以再挑战下一句哎，来整首都不用换气也可以。要不要试试看？不行了。哎，他今天真的进步很多，两个都实力派，可能就是慢慢的走出自信了，然后有比较多的那种演出的机会了，所以表现的不错。加油加油！你长那么帅，对，谢谢。我相信对呀，一定有机会的啦。你真的很好意思哎。后来，这个廖妹给你带的这首歌，说真的是那个时候非常经典，非常。算好，非常好听，对，但又不好诠释，而且很有质感的一首歌曲。哎呀，那个年代，来看唐叶老师。哎，节目哦，最特别的一点呢，还是真的今天要特别觉得两位真的把合作的那个默契的感觉做出来了。哦，随便讲，可能不是特定设计的。冠群给不是有史以来我听过他唱的最好的一次嘛。谢谢。问题是讲哦，好可怜。正常的情况之下，给创都按后，那场均就没有什么搞头了，你会被他压到嘛？可是问题是，今天特别喜欢场均今天的演出，是因为他走出另外一条路。他从第一句开始就后面就带尾音了，然后再你看那个
不换气的地方，它是把后面那个句子的头顶在那边，当成是一个尾巴再吊起来。他所有的歌曲整个唱起来，创作里是从尾巴再吊起来那种很特别的那种摇滚的方式，是硬要我还是干不够啦。我不知道常君你是有爱用想哦，你就是故意要告诉人家说我气够长，我就这样子调，我要把整个2个句连在一起唱，另外一种表情。我相信原唱一定是分开来呼吸的嘛。可对你来讲，对你来讲，我觉得真的值得欣赏的是说，安永聪他是有设计的，因为他没有换气啊。还是你不懂得换气？不是，因为那个之前老师都有跟我说我那个换气有时候那个问题，就是思慧老师有跟我讲。那我想说这一首这个又是很大的罩门，那我干脆练到不要换好了。值得鼓励，值得鼓励啊！周到安永很实在，连你看我们大牛哥他的牛喘都要出来了，好，你居然可以做到可以不喘，所以第二天对我来讲啊，我是觉得。实在我刚刚是经验，对，真的是经验了。所以今天我给你的分数非常的高，谢谢老师。因为我觉得一般来说，看到这个点上的时候，这样一个歌手就值得鼓励了。而且将来我相信哦，如果有摇滚乐队真要找主唱的话，恐怕都已经在排队等你了。这样。哇哦，那先恭喜你，谢谢老师。那我来组一个摇滚乐队，好，那我来当主唱。不要这样，用一些把本心你呢。看分数啦。好，陈崇quyền的分數。哇哦！牛哥这分数是有点不太一样的，落差很大哦，嘿。哇，差异性非常大。罗国立老师，你不认同吗？现在越来越接近核心了。我常常讲，在核心里面的你的表现，如果没有让我觉得你有进步的话，其实我的分数是很难给下去的。当然，你在后来在副歌的时候，已经慢慢的越到尾声越结束的时候，你的声音有慢慢的有出来。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论歌声的话，其实你今天唱的真的是比冠军好了。可是因为他是很轻松的心情在唱，他没有分数的压力啊，你有，可是那个落差就有。他是觉得让人家很放松、很舒服的唱这首歌。你背着一个很沉重的包袱，我要拿好的分数再唱，所以你的声音其实今天就没有放开来。我再给你这个警告了。好，那你后面还是要剩3集，你要好好的把握这几乎没有几次的机会哦，好不好？好，就是这样，加油。加油！好，大家我们要共勉之的，好不好？好，谢谢，加油！好，来回座休息，按姿势。好了，接下来呢？来一口，老来的风带来真正的自由嘿。好，来谈看。大家好，我是怡巧。这次的好友帮帮唱特别找到我阿爸来陪我唱我人生的第一首创作《真正的自由嘿》。歌词里面的每一个字都是阿爸耐心一句一句教会的母尼，那希望能够带给大家真正的自由。法官那个也被娘起来，糖到暗到嘅音樂，糖到暗到嘅音樂。跳那舞搖到床捱捱，跳那舞搖到床捱捱。邊度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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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度愛邊度無愛，邊度愛邊度無愛。
还有那么简单。短短了解，回忆都难散，你的自由，真正的自由，自由，自由，自由呀的世界。法国那个也被娘去了，糖豆暗豆暗豆给你了，看到没？流都重来呀！真正嘅自由係，要給時間，真正嘅自由係，要給時間。哇哦！哇！是，哎呀呀呀呀！哇，好热闹哦！来，好热闹，像一个大家庭一样，都是家人吗？嗯，你们应该嘿，爸爸。啊，你是爸爸？係咪？一讲吼，我喊伊阿公啦。哎呀，所以你讲到我爸爸，你冲开讲啊，係爸爸。你真係喺佢拍條王嘅嚟啊！拍條王嘅。貓頭鷹，好帥呀，爸爸。老朋友啊。你是怎麼今天連爸爸都請出來了？對啊，你為什麼要這樣呢？哎，就因為這首曲子是爸爸一個一個字教我的。嘿呦。搞你呀咩？知道沒？啊，真的呀。這是第一首客語。狗指認下下哎。嗯。啊，按下啊，爸爸搞你呀。對。錯。那今天所以，那你早辦，你可以找你這其他的團員啊，對不對？對啊。爸爸是人生第一個朋友啊。P 給朋友啊，你前世的情人。哎呦，爸爸咩按會強啊你啊，強到你按優秀嘅妹啊。按會衝哦。晚上上過台嘛，今日做得嚟到一個節目嚇，就係 T8上台嚟唱歌嘅嗬，感覺當回事嗬。雖然唔係創業嘅問題啊嗬，不過係要做得看到羅先生啊，設計主持按好嘅節目。唔敢。過獎。冇啊，一爸爸那唔是上過電視台啊你嗬，唔是上過舞台。誒表現到你當問天呢，個吃人啊，係啊，什麼，天生就是大將之風啊，你哎，那你要不要為我們介紹你的那個團隊？這是團長，團長哪一個 ？Hello， 大家好，我係王菲。有沒有感覺像記者在訪問你一樣？你是偉王還是王偉？都可以，如果你要用英文發音的話，就是偉王。那這位呢？這鼓王。你帶什麼？我是鼓手潘維。潘維啊，你好。你好，歡迎你來。你好。你後面的這個是？我是貝斯手乃涵。乃涵。是你的本名嗎？是。乃涵。哇，這全部都好優秀，所以這些團員們就你們常常出去表演的時候，就他們嗎？哎，你的朋友每個都是優秀的，所以你是不亂交朋友的，這個好。爸爸有教好。那這樣好了，我們就直接請這個哲偉老師。哲偉老師，好不好？哲偉老師幫我們的對這個團很熟悉。謝謝。爸爸你好，聽到你唱歌，我真係當感動。對我來講，是為平時我較注重的係感情，喺台當唱歌嘅係表現的感情。我喺台當看到的係父女情深，之外還看到朋友兄弟姐妹的感情。你唔單唱有啲咁嘅，還係不什麼來嘅。有樣。而且啊，這畫面真的很好看。你看，這樣兩個主持人，你儼然就是一個演唱會的規格。是蒙本 Andy 嘅節目按後嘅規格，好，讓我們的節目再往上又提升了。不管怎麼樣，我今天
只能给你最高分，我没有别的话说，看分数就知道了。好，沈梦颖，对，所以他们刚刚在表演的时候，我多希望站在他们旁边。你可以，其实就提升起来了，我就不会那么土。你我讲想讲的地方呢，就是这样。好，我主。好呀，快冇嘛。好呀。对。今日吼，知道阿妹吼，細嗰個無學到客話，吼，佢現在一個我來唱歌嘅吼，一個事情，這個讓天賦自由，好，對，嗰個呢，佢不但來唱歌嘅，還咧來唱客家歌嘅，我希望我當歌。與有榮焉。有咁通冇？對，一開始就唱客家歌嘅，所以我就吼天數老二，我用講客話，而家佢講客話講到較好咧。付出技術唱。佢唱歌嘅呢強吼還無安好，但是已經進步當到嘅。安尼呢，海邊還有進步的空間啊！安尼也當好。對。哎，希望大家呢。哭了。哎，你这个女儿很撒娇的啊。这是前世的情人嘛。对啊。你不是说一句而已吗？所有客家人也有看到安尼雨橋一個表現，一個進步，一個認真，對吧？客家一定就有看到。當然，我相信雨橋，他以後前途真的無量啊！我覺得，不好意思委屈你在這。我們來看分數嘍。哎呦，我自己還會 Q 啊！分數你會不會更想哭啊？哦，來，可以哈，來，給分數。兩位是音色哪兩位？因為同款的。真的很像哦。這個一點違和感都沒有。哎，你就可以成立一個什麼小象隊還是什麼？不要這樣子。去年來好像冇狗哈，沒有那麼高了。對，北北跟你說話。北北。來，可以哈，來，給分數。我现在是哭成这样子，他这样会。其实就感动度来，如果说我们评分标准里面有一项叫感动度的话，那今天我们给他们很高分的。可是话又讲回来了，我满心的期待说，今天雨乔你把你的部队带来打仗了，哇，好棒哦！我一直认为说，当一个主将他的 team 他的团员都在后面撑着他的时候，那个是他自己最有信心、最可以把自己丢在团员手中的时候。可是，就唱歌，就今天的表现方面，我觉得我看不到当初第一次看到的雨乔。这个跟爸爸的演出没有关系，爸爸的演出为你们的感动加了很多的分数。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你那个换气声又回来了。I'm proud 的每个乐器都很安静的情况下，你那个换气声很明显啊。我们一再提醒你，你那个换气声一定要改，一定要改，一定要改。所以我今天没有给你很高分，原因是在这里，真的要，好不好？再加油，再加油！也要谢谢爸爸，谢谢赖爸爸哈，就是这样子。安子生，这因为现在已经进入6强了哈，这个罗老师也比较严格，是他的最高分就是22分。对。所以你要开心，他的最高分22。对啊，谢谢爸爸的安子生，真的有喊对，再有机会。好，对，向他来介紹下一組，好嗎？羅一蓮劉吳佩雲帶來你嘅笑容。對，彈過來哈，來。我今天找了佩雲跟我對唱，我們對唱的歌曲叫做《你嘅笑容》，因為我們兩個都有甜甜的笑容。希望呢，我們等一下在台上的表現可以表現出非常有默契，並且可以非常的順利的完成。種春天嘅花，你嘅笑容種一天嘅風，你嘅笑容種秋天嘅風呀，你嘅笑容種春天嘅一天，你嘅笑容
像天边的风呀，你的笑容像长长的钞票。你的笑容像好天气，带给人好心情。你的笑容像长长的风景，紧团紧欢喜。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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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的笑容像春天的花，你的笑容像热天的风，你的笑容像秋天的风呀，你的笑容像寒天的日天，你的笑容像蓝蓝的天，啊，你的笑容像天边的白云，你的笑容像炎炎的伞，你的笑容像长长的钞票。你的笑容像好天气，带给人好心情，好心情。你的笑容像长长的风景，紧团紧欢喜。你的笑容像好天气，带给人好心情。你的笑容像长长的风景，紧团紧欢喜。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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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哦，哎，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哎，，月玲，百变啊，对呀，你真的好会找 partner 哦。嗯，对呀，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啦。就是你们说什么？他两个在要说什么？画面上真的无违和感，哇，非常的邪，非常 match。你哎，小康老师，你干嘛？你笑得比谁都还大声，哎，你真的很会那个，很会怎样找啊？怕的。对呀，我是钦佩岳林呐，啊所以他找的伴都很速配啊，速配啊，速配啊，速配，是啊是啊是啊，两个歌声都一样好，OK 的。谢谢小康老师，你真的很会说话哎，刚刚有吃甜食哦。哦，有，谢谢盛梦爷，盛梦爷，哇，帮我解围了，嘿。对，你我是阴神啊，两位。嗯，因为同款的。两个越来越像哎，被你一讲，我就不能。真的好，真的很像哦。这个一点违和感都没有，真的是好搭哦，你们。哎，你就可以成立一个什么小象队还是什么？不用这样子，微笑团体啦，好不好？很可爱，对。嗯，smile。smile 啦 ，smile。你好失控哦，小月。没有 ，smile。哎，来听一下老师讲徐老师救一下。岳林，其实你每次的表现到表现，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很乐观啊。其实我一直懂欣赏创国的态度，好，一直很欣赏。对宪国的来讲，根本我吃东西都一盒，很适合你。然后佩云也搭得很好，哈。可是佩云头摆又来参加个比赛的关系，所以我对佢较清楚，哈。佢对律动身体的律动感，当中呢，他会比较拘谨一点。然后他会比较拘谨一点，所以呢，里面很欢喜，可是他会比较收，所以但是基本上就像姐姐带妹妹，所以还好那个感没有什么太大的违和感。不过喺针对讲亚嘅部分咧，發就係講，亞嘅感覺嘅密西亞數國嘅感覺密西全部有做到，好啊，就係講我還是很在意律動的問題，好，所以。有上是有機機的話，可能到入國的時節有強迫啊，還有律動的不穩定，會因為亞的肢體動作去影響到你的唱歌的律動感。好，這個你可能要注意哈。還有個轉音的部分啊，
第三句，你的笑容像秋天的枫叶，个转音的部分很跳硬的，所以叶太制式规则，所以唐希伦没有那么多的感情的动作被你破坏了。你的笑容像秋天的枫叶。还有一张呢，我还特别勾出来，也喺咬丝嘅部分，我希望講你稍微改一下。寒天嘅日頭，頭嘅部分呢，其實冇啱唔好，你沒有念錯，你也沒有說錯。不過共鳴點，我覺得你可以再退後一點。冇會發嘅頭嘅字彈唔到大音，啱頭 ，OK。寒天嘅日頭，不過你喺邊度頭前寒天嘅日頭，唔會到頭前去硬重嘅聲音，所以。会选的那个线条声线的感觉会变得比较没有那么的滑润，好，可能要注意一点诶，好，不过今日表现还知道懂哈 ，OK 哈，谢谢老师。好，来看一下分数了哈。哎，罗聂的那个分数。对，对啊，罗国立老师他本来就进入6强，他就最高分就22，给21，不错了，很棒。没有再多了，是不是？啊，这样观众会不会误会他那颗灯坏掉？为什么不帮他修啊？好了，加油，继续加油，谢谢你来帮忙哦，好不好？好。哎呀，真的，我建议啊，可以真的组个团。Smart。Smile。好了，谢谢啊，子 C 好。嘿，接下來劉飛瓊帶來廿兩集，今天你寫嘅聲音呢帶來墨水歌。哦，來，彈看啦。今晡日從解歌按到墨水歌，係愛自家寫嘅歌。歌詞地圖有講到鳳陽衝自己衝嘅客家傳統釀酒，剛愛跳擺細細嘅細節，阿媽講愛釀兩條歌。我想講兩條歌寫到墨水歌地圖，送本愛妹妹讓佢嘅聲音呢，大家共下來照顧兩隻聲音呢。
哇哦！新梦台这个又是温馨的一刻。他说他们是双胞胎啊。对，前后卵，双胞胎。异卵双胞。对，异卵双胞胎。我们都有复习呢吼。差几分钟？1分钟。哦，你怎么知道？谁跟你讲的？听妈妈讲啊，你那时候真的小孩子一起讲1分钟，1分钟。去年来好像摸狗哈，没有那么高了。对。哎呀，长高了哈。长高啊。好，你们都有长高的。北北跟你说话。北北跟你说话，你的眼睛要看北北。北北在跟你讲话，眼睛要看他。哥哥。木衰狗，我头都还没听过一整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就像传承一样，就是阿婆传播呢，对对，阿妈传播呢，那你再把这个木衰狗再传播你声音呢，那好，那我们这个听讲评呢，好，这个母女的这表现的唐一哈老师的公平啊，郭丽老师 ，Vicky 懂听欢喜哈，今天的表现真的是很棒，可圈可点。我今天就拿你当一个示范哈，我也鼓励其他参赛者，当你们要为你自己的比赛演出做一些桥段设计的时候，我不反对，但是你不要忘了一个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说，唱歌这件事情还是要做到最好。你有其他的时间，你去设计一些桥段，这是 OK 的。好像慧清他们母女今天的表演，我觉得很棒，因为他当然了，一方面就是他们自己的歌拿手嘛，然后母女之间每天都碰得到的，可能可以很多时间去练习。好，那你有把这个唱歌这件事情唱好了，歌唱好了，你去做这些像他们今天做的桥段设计，就是母女的切割，谁唱哪一部分，谁唱哪一部分，很棒啊。那氛围又做到，那分数自然会高。不过今天有一点点小建议，我还是要给慧清，就是说你们今天跟你2个女儿的切割的部分，他们的部分其实可以少一点，因为你还是主角。我觉得你们今天切割好像是你跟他们是一半一半，反而你唱的部分少了呢，就没有那么的凸显到你个人的实力了。我觉得这是今天演出比较遗憾的地方啦。如果今天妹妹她们能够少唱一点，然后你大概37，我觉得是很 OK。他们唱30%，然后你来唱70%，那我今天会给满分呢。这个建议给你，好不好？那后面还是要加油。OK， 就这样子。谢谢。老师会给满分呢，22分呢。啊，来看分数，看是不是22分。来，刘飞琴的分数。谢谢老师。我可以讲一句吗？可以一句。不好意思，我只要慧清我就想讲。其实今天带的2个小妹2个妹安尼来比赛，我看到的不太一样的地方。虽然讲前面还是有按尼乐团的方式来表现，用 unplug 的方式，不过今天表现感觉轻感通的是讲，在一个原创音乐里面，用一个最 pure 的感觉，就最清纯。最没有被设计太多的东西的状况之下，你用一种懂沉的感情，然后2个妹的对话，这是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地方，也是我今天分满分的原因。虽然说还是有点小瑕疵，这个弟弟奶，不过呢，今天的表现来讲，是我在原创音乐里面听到一个最高境界，所以我希望讲你做的第2大杯可以再继续发挥你的能力 ，OK。好，按仔细，按仔细。我看你们2个每一集都来帮妈妈好了，好不好？把分数拉。我看你妈妈每一次自己在这里唱的时候，就不然很紧张，就很孤寂这样子。对。就好像对啊，就好像会少了一个份那种感觉。我回家他都会讲，因为他们每一集都会看啊，都会给你一些评语这样子。然后他讲的都非常一针见血。是啊。那要不然你就每一集带他来站在后面不要唱歌也好啊，你至少就可能有比较信心，真的啊。对，我们节目可以这样子吗？要不然就是随便哈哈哈哈，嘿嘿嘿嘿。你应该是少了这份安全感，不然连老公都带来好了，有更有安全感。恭喜你98分，也谢谢2位哈。
两位谢谢，美丽的小姐啊，合作成功。好，记得啊，叫我哥哥啊。来回座休息。好，杀下来呢。总新闻老龙先生带来成功班呀。来谈款啊。Hello， 大家好，我是总新闻，今天带来我的小伙伴轩轩跟我一起合唱这首《星光半夜》。这首歌曲呢，跟我以往的风格不太一样，这首比较 rock， 比较冲。那希望在他的帮助下呢，我可以拿到好成绩哦。什么太嘎？我看新闻冲按 Q 了哦，今天唱的最好。整首歌呢，让我对新闻有一个新的想法、新的看法。在很多方面，它有很多地方都还没有真的去发掘，所以请继续努力哈。可能因为投钱都跳强的激发了你的潜能。我只有4个字送给你，叫做唱作俱佳。掌声鼓励哈。这个就是年轻的动力啊！这个安内的节目呢，这个好精彩，就是在这里。对啊，每一次这个越到后面，尤其6强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参赛者都使出浑身这个哈，哎呀，对，哇，力气有没有拼了？对对，你应该没有尝试过这样子的歌吧？没有，摩替拜哈。
按你常常啦，对。我是希望可以让他就是尝试不一样的歌，因为我有看过他之前的比赛。那你觉得怎么样？他的声音很好听，很好听，但是我觉得他可以试试看像我这种风格的。哎呦。哦，所以那条歌是你建议他的哈？对，但希望可以帮到他。啊，你不怕说被他害了？不会不会，他其实很厉害的。对。那你们怎么练习啊？平常？平常的话，其实就是先把那个谁唱谁的先分好，然后就，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练习，然后。那有约出来在夜市？没有，他来我家。哦，去。哦，你去他家，然后就顺便又住在他家。没有，因为他赶时间。他家很漂亮哎。下次来住。OK， 民宿好漂亮哦。为什么人家去你家，你没有带人家去民宿？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你到底会不会当老板娘啊？哎呀，我有。好喘哦。只是他第二天要上课。哦，对啊，送扣啦，送扣啦。两个也是像寂寞一样来的哈，哎妹，好配哦。是不是就可以组一个团？好，像那个小相对嘛，没有，他们两个很标准嘛。好了，那我们有请叶嘉修老师的讲评。我看新闻冲按球了哦，今天唱的最好，因为那个声音整个放出来，可能是因为有动作有伴，从头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比较害羞。很多时候表达是有点怕的，根本就不会。那当然这个部分龙轩轩的功劳一定特别大哈，谢谢。因为轩轩一直在旁边，就根本就像个伴舞女郎，全部豁出去了这样。伴舞女郎。但是那个新闻就是很镇静的、很标准的在唱。爸爸给你讲，这个小爱我，白唔衰的小小走。整首歌呢？让我对新闻有一个新的想法、新的看法。刚刚我说，这个小女生真的是在很多方面，她有很多地方都还没有真的去发掘的好的地方。所以最后剩下这一段时间，请继续努力哈，前途在望，好不好？好，谢谢老师。好，按子 C。好，我哋来看一下分数了，来。总评分的分数。加油！前2集的分数200，不好。不好啊！那要拼，再拼哦，把拼回来还3礼拜。好，3礼拜，加油！对啊，多帮他出点意见嘛，好不好？好，互相交流一下。好，谢谢安子 C 哈啊，快照消息。好来，杀下来。用力老抽的舞带来头发高凸搞情歌。要吞火锅了。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德武来跟我一起对唱这一首《桃花过度交情歌》。这首歌里面有很多的三角采茶的动作，我们2个是肢体障碍者，希望我们2个能够突破，跟我加油哦！唱电雷呀喂！你不该为头发子咩？哎呀，大把啪哩，我现在不错呀。唱山歌，老妹呀，伴主歌往外拜托到，老太面子提亲呐。啊，主歌梦朝台面啊！这是得对呀。莫爱用自狗巴拉的乱讲话，好气死呢！喂，气死了！
哎呦，几多钱咯？哎，阿伯姑，我说几多钱啊？头发上来个讲啊讲哎，打扮要叫好身材哟，恭喜千元啊，收爸爸嘞，阿哥爽快不是钱哦，哎呀落地海。下雨呀，阿哥有情，希望头发也有意哟。哎呀，拢东讲，伊个弄弄破，公婆上好，爱牵个大腿咯。嘿嘿嘿嘿嘿嘿嘿，哎哎哎哎，你呀哆哆哆，你呀哆哆哆。什么大家？谢谢大家，什么大家？有样扮演。你我行唔觸碰我啊？唔會啊。因為傳統怎麼樣唱？不是，這首歌是傳統跟流行跨越。哦，所以你去傳統也可以，流行也可以。要很多傳承啊。哦，傳承哦，傳承。奇怪，老牛吃嫩草呀，喂，他喜歡老 key 的。都可以啊，都可以啊，是啊，老嫩大小都接受。是哈，我看你好像都喜欢这个成熟的，比较成熟美的，对不对？李秋霞老师的，对，然后是他从小到大的偶像。对呀，而且他还可以说，如果李秋霞老师是单身的话，他可以娶秋霞老师的啊，对耶，对不对？那时候你当着很多人的面这样子说耶，啊，勇气可嘉。没有，他是时空交错的。我是时空旅行者。哦，哎呀，他每一次表演，我们经纪人都说啊，我真的好想打他。没关系，没关系。没有，这次换模式了。上次被转移老师骂的要死哎。怎么了？为什么？哎，老师说你怎么乱表演呐？没乱表演。你看他其实他都很到位，他真的是把它表现到淋漓尽致。你找到也个伴哦，跟你搭配还不错，真的。好，来谈一下。这位老师，来，好。哦，我经常讲哇，头前5位表演得很好，你形容得善呐，没想到，可能因为头前都强强的激发了你的潜能。我只有4个字送给你，叫做唱作俱佳。掌声鼓励哈。谢谢。我先做梦赵德武哈。你大摆来都本人大家当欢喜，我每次都罗泰国讲得当好，你请到你这个路线呢？我觉得因为可能佢边上啦吼，啊可能虽然讲冇几分数，希望我有几发弄讲，希望你边上的时间好好珍惜你的喉咙，好不好？你后面的唱歌路才会比较久哦，哈。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帮例如真的加了非常非常多分，哈，先谢谢你。我讲你哈，因为分数都你在身上，你家第一季围出来的时间，我就决定要分当高分呢。因为你知道你。这种传统跟流行的结合，它给当然的部分呢，你要演得很好，那又要唱得很好，你当然有啲人當我演，有啲人當我唱。唔過你見比你下首歌曲對我來講，真件唱也好，做嘢咩當好，不管你的眼神，不管你的神團吼，還有雖然講唔同講要唱唔唱。我覺得這是很好的示範，你唱到你唱到一記啊兩多2個字啊，嘿，唱到。不過我覺得這就是表演者的經驗跟他的能耐，跟給他依靠。你看他也沒有慌張，他就我就是繼續演，我在台上我就是厲害，這是我的舞台，我覺得這是最好的示範。給邊個分數當高分，每次都
6强决定赛了，你也输歌曲，我真人当戏份，你前东亚路线呢，好好来发挥。因为哎条歌真係有史以來創新好。我没知道真人呢。很能表现你的个性的呢，找到你的出路了。真嘅，後邊還有3場積分賽，一定要加油，我當看看，加油！好了，看本書，來。用力嘅分數。謝謝老師，謝謝97分啦！哎呀，來抱一下。對，謝謝。什麼頭髮劑啊？什麼身上講？哦，真的頭髮劑有意哦。感謝你啊！你偶像類型很難嘅呢。我等到不到。沒關係。安子謝。師們，謝謝。恭喜你哈！好，回做消息。好，謝謝。跟你嘅頭髮仔嘅，眼仔，眼都工作嘅。係。好，也進行了傳統組位比賽哈。上個禮拜咯。第3禮拜，係啊，開始慢慢各自場水就出現分數上出現有距離。有差距了，係啊。有一點點。好。今日有安尼有 TPA 的安尼主題，係啊，大家欣賞來的大家報告啊咧哈。係，安尼先介紹安尼評審欣賞。李秋華欣賞，陳凱歌欣賞，羅英欣賞，曾明珠欣賞。今天也有台來賓哦。哎呦，大來賓，是哇，這是一位老師級的人物啊。今天要來擔任我們的客座評審。哎，咩做有唱歌機哈，咩上安尼節目非常太榮幸啦。啊，福氣啦。陳石圭先生啊，佢帶來一條好聽嘅歌曲。思念夜故人。來聽看下。
哎呦，陈先生你好，你好，主持人好，你好哇，你好，有見過面嘛？對吧？哈，有見過一擺，見一擺，QQ 啊，見一擺。我之前沒有唱過陳先生的咱的節目當中啊，有唱過佢，哎呀，擺有特別有唱嚟哈，示範完呢，所有參賽朋友彈。啊，謝謝。啊，丁彬有任務要麻煩你了，擔任我們的客座評審哈，好，麻煩。指點一下。好，功德榮幸，係榮幸。陳先生，你當年開始接觸到呢客家傳統歌曲？90年，14年是嘅。係。啊，對。一開始就接觸到人介紹啦，做嘅客家文化會館，有民謠班嘛，民謠班，最試看呢，因為我做黨。出聲咧！啊，做黨員嘅前輩唱田傳嘅山歌比賽，接有咩？當然就有攀嘛。嗰時候對啊山歌就一直都有興趣。就有機會就來台北，因為我喺到台北啦，就做好客家委員會成立，還有民謠班，人介紹。因為我有當然興趣唱歌啦，上有好，哦有嘹亮，好唱啦，真的，謝謝。哦，尤其個呢羅強啊，呢平板，羅強平板，當一唱就當我唱對嘛，係咯，飛下，係啊，乜個記，C調吧，C調哈，係啊 ，C 調啊。数了桑拿菜呀，哈嘎了中拿，每年了开有发，满山了公拿。謝謝。3年以後哎，要說沒有彩排過的呢，牛哥現點，哇，這下來了，馬上就來，而且這是海陸腔的，哦，他用海陸的，哦，所以我聽過用個鹽乖乖啊，假的，我想哎呦，神奇，因為海陸人嘛，有機會上麥都好，有拍一張。海陸腔全部唱海陸歌的新作嘅片，嗰時候我就盡量留意全部做到海陸歌，也是嘗試。對，因為一種冇共樣嘅嘗試哈。哎呀，那觀眾朋友咩啊？那個參賽朋友一開始想來唱海陸咁樣做嘅呢，真好，用心就做得嚟，用心就做得嚟啦。好，按這些謝謝，啊，多謝你哈，來示範，好，各位好，回頭休息，按這些。好啦，按你夾夾的這項比賽之前就講。下規則啦，啊，今年就有請到李秋霞先生嚟，係，今日參賽嘅主題，注意哦，有夢最強，大家都要搏夢，一種人講嘅夢嗬，係忙做過嘅事情，也講做了係冇完成咧，啲夢用咁樣歌詞嚟去詮釋出來，所以四季八節萬喜咬事要注意。我希望叫今年能夠拿到前途嘅成績，加油！哦，這個有夢最美，啊，這個逐夢最真，好不好？好。今日就來談看咱是俺的迷的參賽者嘅夢到底是什麼咯？TV。總員給帶來3個字。當然啦。傳神了一文來。伊講有夢最強，廿個夢希望我將廿個歌聲好好來發揮，拿到最高嘅榮譽提名。我也希望你傳承文化，要安好歌聲，一定會同你再繼續來傳承下去。希望來自來。現在當傾聽伊，後來3個冇結局，按短嘅時間就得自家寫出按樣嘅歌詞，我知道一厲害咧。我想自家也當榮幸嘛，嗬，你係本意當傾聽嘅位數。
大家好，今日啊哈，主题是有梦最美，然后要进入了6强的哈，那个歌词咱有下到讲，期望冠军命上果啊，就是希望啊，唔好忘词，把最好的表现出来，哦，拿出理想的成绩来。哎呀，袁健志，哎，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今边要办乜嘅夢啊？啊，你嘅夢想係乜嘅？係啊，這個能夠把歌唱好來啦，唱好好的唱，然後歌會唱好了。哦，你這個年紀還有這種歌唱夢，是錯嘅。係啊，他唱歌也是我嘅從小是喜歡的。哦，真的啊。對啊，就有達到你的夢想了啊。係啊，已經踏上鬧熱大擂台嘅舞台。係啊，謝謝。還得到很多獎項嘅，兩個都係袁健志嘅獎杯呢。對。哦，先嚟講一個好冇？一個參加勞工嘅，係勞工喺苗栗縣哈，佢總下有220-230啥啦，200-300個人，230人啥係冇？按有分咩？那個海線跟山線跟苗栗3個這樣一起比，然後就各錄取70幾個啊，不70幾個，好，要各錄取9個啦，9個，然後在3個地方再總拼，前15名啊，就10個是屬於優勝的，5名之內就5萬、4萬、3萬、2萬、1萬那樣啦。啊，我拿的這個第5萬，不1萬啦，因為哈，我要去唱3個誒，然後佢哋後生人編哈，哈，佢真是懂緊張，你見上個我因為編嘅演員，佢後生人全部都懂會唱啊，嘿，啊結果。一公布，剛才佢說，第5名，剛才佢說，今天有誰唱3歌的啊？跟住全部說，哇，是我自己唱咩？是拿到這個。佢壓嚟。啊，你啊，係銅花杯，銅花杯冠軍啊，拿到有7-8張咧。銅花就代表我哋客家人咧。你啊，係都投分比啦，我從教夫啦、Q 夫啊，你啊條咩動有意思呢？從咧，因為吼。佢張奎是用模鋼為原版啦，我是用自己丟嘅啦。結果主辦人是講，決賽就不准那個哈，一定要用原版。快點啦，夾是要買到 key 又唔點用啊？結果睇住個愛堆 key 咩？一堆啊個 key 好高啊，怎麼唱嚟？糟糕了，就董緊張。用伴唱帶都錯嘅。對，講究降了2個 key，吃可憐啦，不過佢，結果還好哎。高音我都拉得起來，就拿到冠軍。這個是在幾年的時候？差不多100年吧。哦，100年。哦，我也有人名嘅嗬，
有俩有有刻名的，俩有无刻名的，因为俩种唔要当场量了，俩是等拍几班的嘢叫名啊刻好咧。哦，张人会去拿，这种按样的意义又不一样，张会去拿。所以也没加。俩是当场发的，冇啦，我原来加。没，开玩笑那个，还想个有名的无名的，无名的一个添加。一般都没有冇当场发的就冇啦。安尼那个古创梦啊哈，谈一下那个立秋啊先生的贡品来。谢谢。元宵节哦，你叫咩梦哦，有实现么谈看看那就啲，先讲嘅优点，嘅声音非常的高，润咪做得以后，唔过我感觉你叫咩唱咧三国就用鸡麦。因为唱暗带，因为你一天记了天三经，后背个数字的时候，嘅后音当中。黑长流波浪。佢你带后，你运用带字嘅时候运用得不好，所以我也希望你讲能够运用佢用满意的运用的，你后音用满意运用得比较还重要啦你条件真好声音高，韵味强。希望下回加油！来看分数，来。状元奖嘅分數。古创梦哈，也青苔梦想啊，谢谢。希望越来越好啊，得越来越多奖，好不好？谢谢评审老师让他指导，让我进步。好，永远都拿冠军。是啊，很有办法筹到个卫冕者宝位，好不好？好不好？全部是暗强哦。做兵啊，好不好？加油容易了。安子这，好，谢谢。回头休息哈。谢谢。哦，杀下来。林妹妹带来平板。来，唐啦。相信大家好，我的兴趣是唱歌的。伊做在乡亲，哪位到哪都当好的成绩。两摆来擂台，嘅愿望是也穷样，哪都当好的成绩。希望大家能来加油，好冇？你好，大家好，评审老师好，林妹姐好，林妹妹啊，你个梦想的嘛，该喏。我的梦想啊，就是我歌有写出来，我是梦想就是来擂台拿到很好的成绩，拿到很好的成绩。对，什么成绩？好的成绩最想要拿到嘛？好的成绩啊。好有很多种好啊，前3名好还要更好啊，对吗？对呀，6强已经很好了。最好是拿到第1名啊。哦，哎，对。这样子讲就对了。你这样一讲哦，那其他人不好意思讲，其他人的表情就
失控的死了哦。可以做编哦，那真的就是梦想，也真的作为梦想啊。对，就是我的梦想，因为我那个乡镇的那些我都拿到很好的成绩，就是这里还没有拿到，所以要来这里拿到好成绩。你窗头都用这些带啊你的奖杯了吗？他就有带啦，在那边啦。那身经百战了哈，人家都很厉害哦，真的。很厉害哦，有很多冠军，前面每排都是冠军。第2名也是很多。这个那个冠军，这个竹东第1名的那个。哦。这个是第1名，去今年的啦。竹东啦、田传义啦，也有因为算全国性的比赛。有乡镇的都拿很多。但是我跟你讲，我们这个闹热打擂台是最高殿堂。哎，还没有拿到，就梦想就是想要拿到这里的好成绩。那祝福哦，好吗？好，谢谢。好。那现在谈公平。好，谢谢。分享恰克嘅先生。好，呢面妹子哈，人講有夢最強。人嘅夢當然講希望我將人嘅歌聲好好來發揮，拿到最高嘅榮譽提名。但是我也希望你也能夠照人嘅歌詞講，我傳承文化，要安好歌聲，一定會同你再繼續來傳承下去。咁樣呢，你嘅聲哦，實在講相當好。但是呢，也喺聲方面又也做了以後，但是人嘅咬字可能有一些就要注意，因為你本身呢係兩年，所以提到你講呢度三個愛發揚，一得揚字，一定會有解習，一個心嘛，揚，因為講有一點咬舌音那種哈，所以吸煙老去了，就可能都是會在咬字方面就有一些差別。至於講人係咪來講，今日按道當全部唱當好，但是傳承文化用心了唱，唔記得我真係冇錢獎，幾來同你真卡獎，可能也今日甚至因為我當好哈，好，繼續加油哈，繼續加油。再來談一下那個陳澤坤先生，有乜看法？不能建議一下好嗎？佢上氣度，我是有起到動火。表情也動自然哈，我覺得他唱得很好，謝謝。謝謝老師，好，來看一下人嘅分數，好嘛？來，你們嘅分數？謝謝老師，別看了，快接近夢想，抽到衛冕者寶位，好嘛？好，謝謝，好，恭喜，哈，可以做消息哈。好嘞，下來。蘇錦全帶來3個字。來談看啦。我嘅美夢慢慢成，只係我嘅來嘅網友掏心口，希望今年能夠完成中旬大事，這係我最大嘅心思。
法官大人，哇，法官大人，请问您的梦想还会有什么梦想吗？对，那我儿子已经40出头，还没有娶妻生子，我的梦还没有完成。苏家没有后代。有不是比较慢而已，只是比较慢，他慢一些。讲过没有后代，就是希望他最大的梦想。对啊，叫他赶快结婚。一个赖的呢？一个赖。你这一赖？对，一个儿子。哦，独子。独子。哎，没有女儿。有女朋友2个女儿。啊，2个女儿，女儿加忙。加忙。一个加，一个忙加。一个忙加。哎呀，奇怪。小妹还好啦，是小赖啦。原来唔得班用嘅險記。從小他媽媽叫阿弟哥。啊，我係羅時豐啦，哈，你假是要看節目嘅話，哈，我吞入爸爸啦，哈，親手，係希望嘅講夾嘅願望，哦，嘅心態希望都跟結婚，哦，搬進男孫咧，含飴弄孫，這個人生最大的樂趣啊，對嘛，哦，啊，然後閩南話講啊，我講40歲出來咧，爸老加油呢，他們是在結婚。哦，係咩？真的，所以夾啦，對，加緊腳步。好，可能有沒有吹啊？今年吧。今年哦，那快了，哎，這個希望先恭喜你完成終身大事，謝謝。最主要是趕快含飴弄孫，對，這個才是重點。好，加油，謝謝兩位主持人，有請羅英英老師。好，素台講吼，基本伊從咧散個字，首先我係當傾聽伊講伊退休之後冇祈求，後來散個冇祈求嘛吼。按當嘅時間做得設計寫出按樣嘅歌詞，我係到1厲害咧，所以做得按樣我想設計也當榮幸嘛吼，你係本伊當傾聽嘅位所，所以呢，伊設計寫嘅歌詞本則。建議吼，就係唱嘅時節吼，比如講唱兩首歌詞，第一句吼，後生時節無亂發，後生了，行兩隻生吼，兩隻死咬死可能潤，香港嘅抑揚頓挫錯唔錯咧吼，香港呢，如果為所特技都有哦吼，就係你特技嘅哦，你係來最尾隻寫先，你係加隻愛。好，因為從散個就係講故事，好講到因誒處到當清楚，咁講伊特技，好特隻為所都要加隻愛，好按如聽到咧呀，吼。無論愛煩啊！香港聽意見吼，唔可以查，計你係每日愛處到嚟到聽唱，吼，因為你係故事係蠻講述，所以唔是嚟到安唱，吼。下一句比較重要，哈，所以呢，我建議冇嚟到安唱。香港呢最明顯嘅就係最尾一句吼，可惜自意忘身家吼。你一種為所愛去到伊，係講伊做咗愛做落，撈佢拉下低掉吼。你因為愛唱衰咧，所以伊係講做啲撈佢拉歌音來唱，因你對呢一首歌曲係有印象，咪係有期待，吼。所以伊按樣唱下低，其實伊個上音可能就唔拉低，吼。所以喉音很明顯，吼。喉音明顯嘅時間呢，你幾首歌曲嘅完整圖就本，因你感覺差一點點。好，所以係唔係來個人來數聽呢？為下降，這個來思考一下去看，是冇呢？謝謝你老師。好，來我看本書。係數金泉嘅本書。本書咩不查呢？謝謝。厲害哦！又是蜜粉哦。好玩就好。好玩就好。對，重點是夢想，要成真，對不對？你看後某一機會，就馬上就進入6強啊！約會跟啊，對。好，希望你的夢想趕快完成。好，謝謝。好，非洲休息啊，謝謝。好，殺下來。來，請人帶來羅山歌。彈講啦。各位鄉親朋友，大家好。今年嘅主題係冇完成嘅夢想。今年呢，嘅夢想是當多，但係冇有完成，到寶妹呢，你喊起來唱山歌。希望鄉親朋友大家嘅支持，希望各位。為到了靠乃是啊！其實當導遊很適合你。
个性蛮活泼的，然后外形又甜美。啊，谢谢啊，还差你一大截呢。对呀。虽然流长那春，有像我坐个卫冕者位置。随缘啦。无啦，哈希的啦，甲新都里面有我当然嘛有像，甲梦爱落呀做乜嘅啊？佢就咩當到現場嘅啫。后上世间，迷梦多难，人真了。大病啊，唔好拖难。一生中痛，又相爱难，已经了。寒气啊，冲山高难。新毛大家，係啊，謝謝新毛姨，唔是賴講，先生，唔是講，你青苔夢想之上我坐嘅啦，係啦，你講嘅夢想係要講錯嘛？錯，超過按到你想夢想，係啊，有夢想體驗那你這麼比多拜？你係 T3拜，T3拜，誒，之前比到乜嘅程度？T4名，T4名，今後年度T4名，唔係，貴嘅，2拜是T4名。所以看樣嘅輪咗，哦，沒有輪到呢，對吧？但含啲哦，含啲哦，含啲哦，係大家啲邊哦。我一篇有一種資料裡，乜嘅資料？賴先生嘅資料裡，一係做乜嘅呀？贏戰績得獎，嘿。哦，啊，他沒有帶獎杯來，獎杯太多了，所以他打成這樣一張啦。對，真的好像是客家餐館的菜單。好有嘛？哎呀。同花哇，沒厲害，真的啊！目前幾位來講，就可能我們書法官以前比較不是哈往歌唱路發展哈，對啊，他為民服務，啊對嘛？哎，所以你看其他都身經百戰呢，哎，對啊，每一類都會安呢呢哈，也是祝福你，好，謝謝，唐公平，來，曾明珠老師，啊啲青年泰歌哈，今日嘅洛山歌。其實你本身嘅中氣啊非常嘅足，唱出來嘅咬字方面咪冇乜嘅問題啦，嗬。所以根本亦唔知做乜係緊張嘅關係啊，乜嘅嗬。已經限係個最美嘅時節，嗬。個東昂跳戲模跳軟，師傅要模跳個夾下咁樣嘅，個每件衫壓睇咧，嗬，所以小可嘅
哦，你种诶，所谓让向到分数，莫这里吼，做得本千个分数的啦，吼，诶，希望你这个加油哦，吼，汗流按多些，我这个加强，好嘛，哈，加油，谢谢你，好了，陈泽贵先生，哈，麻烦，陈先生，有冇建议嘛？吼，来，嘿，青年台个从头动评顺吼，是讲人在高处不胜寒呐。哦，伊得奖得安多吼，大家对伊要求越来越高啦。人家是动自然的事情，所以建议讲低音的部分可能做得加强一下哦，低音的部分，因为高音动这样啦。好，行不？加油！哦，高音动了了，哦，大音的部分啊，较细一点呢。哦，一点嘿，好，来看分数。来，请两个分数。其实咱们那一个啊，上后一个，哎，但是没达到人家的水准啊，要真的还有3礼拜，哇，咋变啊嘞？好不好？好，按这些，好来。那这个菜单，好，谢谢。好，回座休息。好，你看吧，今天分数比较低，他连手都不跟我握。真的呢。哎，成绩好的时候，今天就拿着菜单就下去了。开玩笑，气意韵带来3个字。哎，大家。到处游山玩水，是我一生人的梦想。我嘛有考到领队导游的证照，因为身体的关系，冇法度实现，所以用了首歌，写了歌词来分享跟大家啲，谢谢你哈！各位朋友大家好。你好。你有乜嘅願望？乜嘅夢想？有，我嘅夢想係帶人出去遊山玩水因為身體嘅關係你隻理想冇法度實現，像我動缺憾嘅。等於遊山玩水當好啊，要考到啊，要喺光班子嘛，要受訓啊，通幫證照，有行政都有，還有領隊都有，就是因為會認床啦所以這個夢想就破滅了。那你就搬自己的床去啊，對不對？對呀，空運啊，還是海運啊？那你會認床，你還去考導遊？那時候你也在浪費時間的。我是很認真的女人啊。我係當然之類啊，我想講搬自己的床，對，很搬自
己的床去嘛。对啦，就是人家梦想哈，就是目前来讲摸实现哈，摸哈去动球，动大宋啊，哈，你动咱口啦。哎呀，真的哦！嘿嘿，你动咱口嘿，你热咧就夯啊！我嘛有保姆证照，中餐哦，保险通常有动豆。哦，你看还没事你就直接考一点外面了。哎呀，为了这个印子呢，认真的女人最美。我看过一个人，他有20几张证照，就是什么照他连高尔夫球教练照，他连那种什么水电工资他都有啦。完全不相关的行业，男生哦，20几种，有这样子的证照达人哦，有一种很喜欢考证照的，考起来就考一次就会觉得有一种成就感，就是提升自己嘛哈。其实当导游很适合你，因为你的个性蛮活泼的，然后外形又甜美啊，谢谢啊，还差你一大截呢，对呀，我帮你讲。你都懂哎。来，他讲你了嘛，来。谢谢。邱夏先生。阿姨员讲咧当食材啊，开卷糖咧当欢喜。哦，上任了了，个人创非常好。谢谢施梦先生。强了第二就是你，强了表现都冇好。哦，第一句爱健康，亲大兵啊，你啊强了咩后难忍。后年人吼卡卡要做出来。爱见了爱康呐。同时要做歌的，一个要做歌的之前，我老太家建议，你要一个做歌的冇见，但是你一个声音，我要么就做人，做不讲，你歌词，你讲唔係講個凊彩丟雜事落去，你像你聽一句有擔當，你為了將來有擔當，你人做的是冇當順。你那會唱愛淡當唔係？愛淡了，唔係咪好唱？要淡，你感覺到怪怪。愛淡當唱起來較順啦，嚇！因為你要閃閃，淡又會閃閃，唔讓隻是強浪哦，嚇唔好做人。我拗狂，硬個人拗起來是冇順的人，所以你做歌詞是希望大家你就是念起來啦。哦，啱被爭嚟嗬。大致上嚟講起來，冇乜嘅缺點，像我家人講嘅嗬，第一句、第三句，唔知個後年人嘛嗬，還得個歌詞，我哋聽一句，你被唱起來是卡，哦，本人就建議嗬，加油哈！好，謝謝哈，係。英英老師。首先，我先講一下你禮拜從我3個字吼，講實在我去到入進步，韓國進步非常嘅多。接下來呢，你係加強嘛嘅，我希望你都建議對你入幫助吼，就係第一，我去到你一開始，我記得你一開始來比賽嘅時間，你嘅笑容吼，一切都掛在你嘅面紅，唔講你今日緊張緊張，見來見冇笑容。我去到係講要加啲笑容來唱吼，我想你係夢想可能你同伊來喊下清楚吼，韓國呢，另外就找就係你嘅唱歌嘅方式，就係你愛歡喜嘅時間，我感覺你歡喜跳台上咧，韓國嘅虛字然係吼，有西方嘅那吼，有西方那嘅時間要強讓吼，那要跳台上，所以你兩張那安台上撈去樹體，變成講你跳前2-3張時唔係按重要。好，好，是嗎？好，謝謝，安子謝。好，來看本書，來。請議員那本書。那個古朴一鋪啊，沒有用按國咯。對，嚇到呀！嚇到呢！謝謝老師給我的鼓勵，再加油！加油！加油！啊，加油！好，來回做休息。好，撒下來係要邊？曲蘭帶來3個字。行過啦。大家好，今日係6強嘅積分賽，今日嘅主題係有夢最美。我從細是好唱歌嘅，希望人輩要好好嚟唱歌嘅。
谢，阿兰吉啊，梦想的嘛个，加歌词唱到样。唱歌啊，又係唱歌嘅啊，佢喺度唱歌噶。哎呦，好，這一下佢較閒嘅嗬。你要退休張要，將要時間好唱山歌。好來做日嘅歌唱夢啊，係啊，有想我坐嘅衛冕者位置嘛。隨緣啦，冇啦，客氣嘅啦，梗係前度點啊？有啊，當然咪要唱，咁我係嚟做乜嘅啊？見到咩動腦現場啊啫？哎呦，動腦日咧，加嘅兩方面做咩比賽時間？唔係，嗰要到去表演咧，喺條歌學到派藝去賭場咧。表演啊？要咗表演。係。按要常常去落去比賽冇？以前工廠嗰張有啦，而且忙退休，我會從事比賽。好聽無限啊！退休了張有。真開始。好，繼續朝一個目標。係，而家已經2名以內嘛，嗬，係啊，得邊啊嚟，佢邊較高頭嘅，嗬，個名次邊較高頭。好，嚟睇下公平咧。車曲嘅先生。好，曲蘭子哈，佢俾帶來一個山歌子，佢俾第一場唐人唱歌時間，唐人嘅狀況應該就穩穩嘅哈，但是呢，到天一嘅時間，已經將來。我家感覺到哦，伊也今起上我來唱高音，已經爭了來，應該係按樣唱，但是突然間做馬會變下來，我先唱是講嘅。我試過按那陣試過去唱看下咧。好，就會講到一點，我同講一下，本身你在大音部分嘅時間，也音就多少沙呢，尤其在梯段，在梯段。學散了一個啦，人家面腔嘅面音全部規則嘅就音，然後都沙音，就鼻音啦嗬。還有就到誒一個就係愛了唱啊，一段嘅時間，人家高音嘅時間，音就當明顯嘅，因來因沙音。所以今日也狀況。無算千好哦，自家屋加油啊嚇！好，加油！好，謝謝。點樣比咧嗬？鄭明珠。明珠老師。雖然講頭先佢唱嘅意見爭來嘅拿來落底下來嗬，唔過每一件呢嗬，學山歌嘅時節叫嗱調歌起來，樣人家唱到一順啊，唱到要。非常嘅滿意，尤其係乜嘅，今日看按到嘅上台唱歌嘅，我睇看到佢睇嘅都台當按自然。嗰種嘅風采唱出來，嘅冇嗰種嘅緊張嘅氣氛，希望啊繼續保持，所有嘅參賽者都應該愛按樣人，唱按叫來咧，應該按自然。按樣人嘅分數會拿到下啊！睇自家加油。好，嚟。我請下石貴老師，有乜嘅建議冇？曲蘭小姐上當好，當欣賞，希望多多來讓客家山歌這個發揚出去，兩個最大希望，謝謝。好，安子謝，謝謝。好，啊，你繼續看一下分數好啦，嚇。曲蘭嘅分數。謝謝。對啊，代表大家都有進步。是，恭喜！還有3禮拜，哈，加油！謝謝。好嚟，可以做消息哈。好，你今日比到一下最後告一段落啦，哈。我相信當到好唱歌嘅朋友哈，希望也都繼續來報名。報名專線0919388398，還有傳真電話0227778231。對，你也得了報名哈，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嘅收看以外呢，還要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謝謝。好，同時大家唔記得咯，下禮拜同一個時間嘅時間呢。
闹熱打你台，鬧熱喐下來，拜拜。